过年了后，真侪人咧走北，其中有98.6%的患者拢验到诺罗病毒，这是5年以来上悬的纪录。医师提醒，100只诺罗病毒就会互人破病，而且患者吐一解，内底就几落千万的病毒，请大家要注意卫生，接洗手上重要。头骨楼一直走变数，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春节过了后，全国落下就医的人次都突破30万人，创下10年来的新高。在过去4礼拜，发生398件规定人落下，其中98.6%的患者拢验出诺罗病毒，同款创下将近5年来同期的新高。几乎1/3都是从急诊转介过来到我门诊啊。那这些病患都是因为很厉害的呕吐、腹泻啊，有一个年轻人这样子呕吐啊、腹泻了15次。诺罗疫情在春节了后大流行，小儿科医师王伟力嘛提醒诺罗伊的传染力袂使无注意，因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，只要100只诺罗病毒都会互人破病。不过患者若是吐一解，伊的喙烂手甲吐出来物件，都藏几落千万只诺罗病毒伫内底，所以定定是一个人去丢掉，规家伙破病。这个病毒在我们肠道里面，它会很容易增殖，增殖以后，我们排出来的病毒量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只要被这些排泄物污染的环境或者是饮水感染的机会就很大。感染科医师提醒，当年的9月到反当年3月，拢是诺罗的流行期，病毒主要是透过粪口传染，特别是海产类，所以民众爱避免唔通食生的。另外，要预防一定要用水甲杀蚊洗手，若是酒精对诺罗病毒是无效的，都要用漂味水消毒才会使。不过，医师嘛表示，大部分感染诺罗差不多3至5天就会治疗好势，无需要伤紧张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